在安南区就北里面甲里长康汉人的反映，在北安路四段对中和路口一直到北安路尾，路边农田水利署的灌溉沟渠，因为欠缺管理，造成杂草丛生。对此，立委陈廷辉下午邀集了农田水利署、台南分署的副处长黄静文，甲伫安南站的站长共同会勘，初步共识就是加强做绿美化甲步道。避免杂草，增加里面的休闲使用。半路四段整个，然后咱这个农田水利会这个因的所管的这个渠道，这个渠道其实周边杂草非常的多，造成着地方会感觉较脏乱。所以今日特别邀请着农田水利署来现场看，要安怎对咱中和路一直到咱北安路尾，甲咱这个专长啦，差不多2公里的这个距离，会当做一个上好的处理。总经费大概2500万，就是甲咱做优先股，然后佮甲边仔做咱这个绿美化的步道，互咱地方会当来伫遮运动休闲。我相信安尼，才会当互咱的地方感觉讲，咱的政府有来关心咱地方的环境。所以这整个经费2500万，咱会第一时间赶紧来向着咱农田水利署来争取，然后一定要互地方感觉讲咱的环境是无问题。尤其咱即马登革热遮济，咱的这个杂草一定要赶紧处理掉，若无伫遮的环境，咱居民嘛会烦恼。整个安南区旧北里农田水利署的沟渠，对中和路到北安路尾，长大约有1-2公里，属于有形的灌溉沟渠。农水署的人员表示，因为无更紧，所以容易来发草。未来改善以后，会来增加步道，加强管理，希望提供里面休闲的空间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